大家好，我係梁雅蕾，今日會講少陽經，即係半表半裏陽正，一共有9條。第一條係小柴胡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柴胡、人參、黃芩、半夏、生薑、大棗、炙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半表半裏熱症、滑健、口苦、咽乾、目圓、胸脅苦悶、納差者。第二條係柴胡去半夏加瓜柳湯，佢係小柴胡湯去半夏加瓜柳根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就會係柴胡、黃芩、人參、瓜柳根、生薑、大棗、炙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小柴胡湯方正，不嘔而渴明顯者。第三條係柴胡桂枝湯方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柴胡、黃芩、人參、半夏、桂枝、芍藥、炙甘草、大棗、生薑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小柴胡湯正同埋桂枝湯正同時並見者。第四條係四逆散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柴胡、柃實、芍藥、炙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胸脅苦悶、或腹痛、大便溏瀉者。第五條係黃芩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黃芩、大棗、炙甘草、芍藥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係發熱、腹痛、腹瀉者。第六條係黃芩加半夏生薑湯，佢係黃芩湯加小半夏湯，所以佢嘅方劑組成係黃芩、大棗、芍藥、生薑、半夏、炙甘草，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黃芩湯方正，又見嘔心嘔吐者。第七條係當歸散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當歸、芍藥、黃芩、白術、川芎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當歸芍藥散，又見腹痛較輕，妊娠血虛有熱者。第八條係賓團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當歸、黃芩、川芎、葛根、半夏、炙甘草、芍藥、生薑、梨根白皮，而佢嘅辨證要點係血虛水性，見氣上衝，往來寒熱者。第九條係桔梗湯，佢嘅方劑組成係桔梗、甘草，佢嘅辨證要點就會係咽痛、咳吐濃痰或胸痛者。